今年冬天带领五洪火警抢救灾害加紧急救援的消防兄弟，就是点点守护每一位市民的城市英雄。面对一年一度的119消防节，台市上桥过去拢是以办嘉年华会形式来宣导，不过无形当中嘛造成拍火兄弟的负担。所以今年局长特别担心，推出向城市英雄讲出心内话活动。伫防灾教育馆甲全市各分队拢设立专属的留言板，伫推出以后，拄着学校的户外教学，学生拢踊跃表达热烈回响。消防员用汗水和生命来换我们的安全，谢谢。而且谢谢就是厨房那个消防员叔叔为我们付出那么多，然后帮我们救火，然后救生命。今年的部分，我们局长他是希望用一个比较温馨，然后体恤消防人员的一个方式，就是希望透过民众的一个参与，对我们消防人员城市英雄们说出心里话就是鼓励民众走入我们的消防队，然后对我们这个城市英雄们，用你们的有温度的一个文字来鼓励体恤我们这些消防人员，让我们这些消防人员更有动力来为这个城市守护，还有我们为这个民众的生命安全来做一个保护的一个动作。大部分留言以小朋友上济，嘛是一种人文教育。多数拢是感谢消防兄弟勇敢进入火场，替人救火，也搁爱送病人去病院的辛苦付出。不过，伊囡仔口气甲用笔看起来，就是特别温馨感动。比较天真，他就是说消防叔叔们你们真的平时大家辛苦了其实真的消防人员在1年365天，真的一直很努力的在守护我们台南这个城市，也在保护我们的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在这边也是再次的希望鼓励我们民众可以走进消防队，因为你走进去以后，你会去了解我们消防队员的这些城市英雄们他们平常的一些生活，然后你也可以透过你们的一些文字来鼓励、来温暖我们这一些城市英雄。谢谢消防员辛苦了。台南新闻军籍和侨帮采访过的。